好，昨昏歹势吼，昨昏我为什物听袂着别人的声？因为我所有的声拢走对耳机仔去，我耳机仔 Bluetooth 袂记关，昨暗袂记禁啦，所以我拢听袂着声。我一直到今早起想讲奇怪，我手机仔声音拢放袂出来安尼，我才想到讲我耳机仔袂记禁起来。好，歹势啦，最近定啦出状况吼。好，请你莫搁卡，黄依玲啦吼，我最爱听黄依玲的歌吼，当然有一寡个人的因素啦吼，我伫个差不多2004年的时阵，我去高雄食头路吼，打到遐，住伫打到1年安尼，我逐遍若要转，一开始我某囝搁伫新竹，所以我着爱家己做迄个，迄当中叫做阿罗哈吼，做车，迄当中听你唱即条歌吼，See You Aloha。OK， 咱来看伊咱遮写日子吼。9月1日，1633年9月1日，游玩是强烈北风，夹着大雨，但是台语袂安尼讲吼，就是透风佮落雨落大雨的天气吼。下设商务员 Jan Clayson Vajenson 对迄只靠浅的快艇，叫做 Brower 7号遐转来，报告讲迄只船还佫规只好好啦吼，无破哩。我又佫袂记藏槽安怎讲，算大音啦吼。的时阵呢，也敢若只有入水一笑尔。上下层的护礁有淡薄仔浸淡去，又佫讲迄只船伫个涨潮的时阵吼，会浮动。因此呢，伊认为讲，若有鼎会当互迄只船拖入去深水吼。若有一个鼎，就会当甲迄只船拖入去深水，这看无啦吼。愿上帝保庇。9月2日，天气甲风含昨相像，因此游玩袂当去甲迄几桶屎甲落雨啦吼，对船顶落来。9月3日，风继续对北方吹来，但是天气晴朗，真好天啦吼。今仔日召开议会决议讲，顶个月30日，含上设商务员 Roland Taylor 先生同齐转来，迄3只载着要送往日本的最后一批货物的上客船，因为季节风已经过去，已经无法度搁驶去到日本啦吼，因此决定就无爱送去啊吼，就是迄批货都无爱送去，无送去日本吼，并且决议讲要甲迄寡伫咧用客船顶的迄几桶屎甲落啊泡要甲落落来。迄寡屎甲落啊泡是因为不断的落雨已经淡去了吼，所以将保存在此地。听候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指示，又阁决议讲要尽量较紧来派一只上客船去长官阁下遐，去向伊来报告即只所发生的一切代志，并且命令该上客船伫个经过偏湖的时阵，希望伫个偏湖会当拄着大船 Middleburg 号含快艇 Ascendorf 号，要甲伊讲要甲迄只大船 Middleburg 号吼的船长讲，要叫伊顺领迄只大船甲船顶的水手
改动迄只用客船同齐前往西南沿海。另外又搁决议，明仔载如果天气许可，要派一只细只船啊，载着鼎甲锁啊去迄只靠近的快艇 Broward 7号遐，希望求上帝保庇，会当用来，就是要用迄鼎甲锁啊，要甲迄只船拖入来水的吼。因为即马靠近嘛吼，个拖去深水吼，并且要另外派两三只用客船嘛去遐，尽量较紧甲迄只快艇顶头的货物要甲落来，并将地层的物件弹入去海里，互迄寡会当运来台湾的大炮，会当运来客伫咧台湾。所以迄只快艇有载大炮啦吼。好，9月4日。风甲天气拢含昨相像。今仔日迄只大的小船，咱写者你看无吼？是小船还是大船？大的小船载着鼎甲锁啊，含另外一只叫做含另外一只汉曼诶用客船吼。斗阵去快艇 Broward 7号遐，就是靠近迄只吼。今仔日嘛要甲迄寡落坡摕出来拍互焦。9月5日，读到遮吼，我真正感觉这实在是大航海时代的日子吼，逐工拢咧讲船的代志吼。9月5日，透早有2只新仔人的用客船抵达此地，是较早航往迄只靠近的快艇 Broward 7号迄遐落货的。因载一张批转来，是迄只快艇的船长甲商务员伫咧顶个月30日所写来的批呢，甲阮讲，伫货物落了以后，希望迄只快艇会当拖去深水，然后拖去海。为着安尼，请派一只较大只的船去。这2只用客船载转来的橡牙、落坡和明环。这2只用客船今仔日又搁前往快艇 Broward 7号遐，透北风，天气晴朗。9月6日，透北风，透早有一只用客船对快艇 Broward 7号遐抵达此地，载有明环甲坎旁号是啥物件？苏木吼，就是苏木。另外有一只大的小船也载着共款的物件抵达此地。下晡，迄只用客船改动另外一只小船要去快艇 Broward 7号遐。也接到消息讲，伫漳州河无看到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嘛探听袂出伊的消息。你又讲是毋是去互强风吹去海上？确实如何？有待时间分晓。遮有一挂符吼，写讲对一只闽港来的舢板吼，接到消息讲，因为迄只舢板最近去过遐吼，读过就好了。9月7日。风甲天气和昨昏相像，有一只用客船对快艇 Broward 7号遐抵达此地，载护照转来。迄只大的小船今仔日又搁前往快艇 Broward 7号遐，
离 Jack Swan 的用客船就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要去找场官。当印度议会议员普特曼斯阁下、米多堡奇号的船长甲阿森多夫号的商务员 Jane 波野先生，以及几个其他的朋友也同齐去澎湖，要去找因的船，并且要去甲迄寡批分别交互迄寡快艇甲撞客船的负责人，都如将本个月3日的决议所会当看安尼。9月8日，有一只细只船以及查访队快艇 Brown Seven 号遐抵达处地的迄只用客船，又搁出航前往快艇 Brown Seven 号遐，天气真好，有东北风，咱就讲北东啦，北东风。9月9日，有北风，天气良好，继续对快艇 Brown Seven 号来落雨。因此，今仔日有3只用客船对快艇 Brown Seven 号遐载护照来到处地来落雨，也送来要互长官普特曼斯阁下一张批，以及记载迄边所发生代志的日记。为着要伫上紧的时阵来适当时机来送互长官阁下。9月10日，风又原像昨昏，上顺2只用客船出航，要去尽量较紧甲迄只快艇的货物要甲落来，希望迄只快艇会当将来到伫要迄个水要淹起来时阵，会当拖入去迄个深水的吼。为着安尼来求上帝帮助。本个月7日出航的 Jackson Swan 号Jackson Swan 的上客船今仔日转来，已经伫澎湖将大船米多堡号的船长以及其他朋友送去平底船沃芒号。我记得米多堡市嘛是伫澎湖嘛是靠堑吼。9月11日，大船米多堡号抵达处地，大的桅杆指去以后，还阁漂算去海水流到福尔摩沙的东岸，我看毋到诶，本来伫澎湖流到东岸去。因此呢，迄只船甲船顶的货物，甲所有的人，甲所有的人命人命啦吼，拢险去因为船沉落来灭顶吼，并且甲阮讲，快艇阿森多夫号伫个顶个月30日，伫极为紧急的状况之下分开啦吼，就这2只船分开，所以咱看到情形是挂着帆停伫个海上，被强烈无比的大风，算靠大风、扇大风因此呢，伊个讲可能已经沉落海，但是求上帝保庇，毋通安尼吼。这是你讲啥？我若看无解有。迄只船伫个船顶的货物，甲所有人OK， 大船米多堡号抵达处地是讲伊来到台湾是讲台南遮吼，并且甲阮讲，米多堡人甲因讲，另外一只快艇阿森多夫号含伊，因为去互大风拍散去吼，因米多堡号会看会到，就是讲看到阿森多夫号挂着帆停伫海上，去互风吹来吹去就对啦。
因此伊药讲可能已经迄个阿森多夫可能停去啊吼。这翻译写甲看无介有啦吼。一开始讲抵达厝地，即Middleburg 抵达厝地，伊佫讲伊是大诶卫官，以后去飘到福尔摩沙东岸，是飘到东岸，又佫对东岸驶转来，是安尼吗？我毋知吼。好，其实吼，我袂当批评人翻了好无好啦吼，因为这讲实在，要翻这实在是毋是遮简单诶代志吼。这毋是干那讲你即摆英文摕来翻做中文，还是翻做台语安尼遮简单吼。这是古早荷兰语，佫另外是内底足侪名词、足侪地名、人名啥，遐找足侪用足侪时间去查考才查会出来吼，无，迄是真无简单诶代志吼。所以人甲这翻出来吼，已经是足感谢吼，有安尼文本通好读，互咱会当理解讲伫咧荷兰时代发生啥物代志吼，就是荷兰人伫咧台湾经过是啥物代志安尼吼。无较早其实你连想都想袂到，到底迄当阵荷兰人伫台湾是安怎？以我较早所受诶教育，无可能知影一寡代志吼。而且中华民国政府对这其实是无重视诶吼。9月12日中昼用客船 Day Bridget 的 Buchan 号吼，够长落长吼。讲即只用客船呢，含巴南号抵达厝地，是被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派遣，由这位先生叫做 Cornelis Quadenberg 先生来指挥，要去偏湖东南岛听候夺取对马尼拉回航的船只，要甲人抢就对了。因阮报告讲，因为天气无稳定，阁有强烈的北风，所以袂当去执行命令。有北风，马尼拉回航的船只就是西班牙啦吼，西班牙人的船。9月13日。调集议员开会决议，要甲本9月11日抵达厝地的大船米多堡桥顶的货物落来。迄寡伫咧巴达维亚增运的大炮，爱遵照命令来甲搬落来。迄4门重炮当中的2门也爱同齐搬落来，剩2门要搬入去 Brouwen-Schieven 号，但是 Brouwen-Schieven 号原本就有2门重炮，即马已经放伫遮。要甲保留落来。相对呢 ，Brouwen-Schieven 号的大炮以及米多堡号的装满水的所有的桶仔，拢爱装运到船顶。伫遮要停到10月1日，吼，就是差不多半个月，搁17天吼，以便前往巴达维亚。伫咧即个期间，听候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命令，并且决议上级商务员 Roland Taylor 先生要遵照长官阁下命令，刷去坐 Middleburg 号，以便要坐迄只船前往巴达维亚。如今年就是照今年8月22日的决议所。决议安尼吼，最后决议讲要尽量较紧派用客船巴南号载着船长 Klaus Jensen 以及该船的人员去长官普特曼斯阁下遐来向伊报告即只一切情形。9月14日，天气真好，有北风，中昼 Roland Taylor 先生。刷去坐 Middleburg 号，迄只船伫咧阴暗，原档写阴暗，但是应该是伫咧下晡吼。迄只船伫咧下晡去互风吹到南边的1海里半的所在，
但是呢，伫要暗啊又搁转来到原来所停泊的所在。9:15日，下设商务员 Adrian Van Liesveld 对船长来甲阮讲，迄只 Brouwershaven 号已经落了哈。船长还阁必须伫遐，为着要趁着要来的即个大潮吼，就是淹大水啦吼，嘛毋是淹大水，就是迄个海涝啦吼，要趁一个海涝要淹起来时阵，要甲迄只船拖入去海上。下晡开始透真强烈的北风，规工拢咧无闲要甲做军对迄只 Brouwershaven 号所运来货物搬落去陆地。9:16日，北风强烈，这是笛吧？飞驰吼，就是透北风啦吼。所伫无法度来甲米多堡桥顶头好物来甲落来。9:17日，早起有3只洋客船出航，要去大船米多堡遐。下设商务员 Colonels Quantenberg、John Classen Wagenson 以及 Adrian Van Liesveld 也出航，要去看迄只 Brouwershaven 号，看是毋是会当趁即个大潮来甲拖入去海上。9:18日，洋客船巴兰号出航前往漳州河，要去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报告遮的一切情形。普特曼斯当时走去漳州河遮，如果伫遐，若是讲伫遐找袂着长官阁下，就要南直直到南澳去以南去找。下晡开始透足强烈的北风，因此呢，巴兰号又搁转来停伫咧北边沙洲区下面的所在。9:19，伫本个月17日出航去快艇 Brouwershaven 号遐的下设商务员 Colonels Quantenberg 和 John Classen Wagenson 又搁转来到厝地，报告讲无可能甲迄只船拖入海上，因为船尾已经陷入去山里有7尺深。离大潮上悬的时阵，也不过是前悬4尺的水尔，所以无可能拖袂振动啊，吼，浮袂起来嘛。9:20日，无值得记载的事有强烈的北风，因此希腊人的洋客船拢袂当出航去米多堡遐来落货。9:21。天气真好，有北风，议员一会决议讲，战争以前运河来处的希腊商人，伫因的请求之下，伫米多堡号装载了，为了即个目的要请因要雇用因的洋客船啦，吼。伫咧即个希腊商人的即个请求之下，会发通行证，允准因离开，并且决议讲，快艇 Brouwershaven 号即马已经落线。伫接到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命令以前，会将停放在厝地。这是讲啥物件？哦，讲好啦，好物落来，但是无爱会停踮咧遮吼，客人遮袂甲拆开吼。要命令15到16个人以及3门大炮留伫咧船顶，并且决议讲，对迄寡申请要前往巴达维亚的希腊人，会允准因来坐米多堡号前往巴达维亚，但是袂使载任何商品。
9月23，无用米多堡号的落雨甲装雨的代志，天气甲风犹原像昨昏。9月24日，快艇阿森多夫号俄罗上帝已经来到厝地，就是本来想讲伊沉去啊伫个瓦郡南港岛的所在停泊。迄只船因为遭有强风，除了头前桅杆和前车桅，就是头前的车桅之外，所有桅杆拢去互风吹断惊险万分。强要沉落强要沉没船强要沉去，因为船舱入水数小悬，滴到一批糖和面环拢扬去，又搁因为紧急危险，所以甲唢呐号物拢弹入去海里。对迄只船来知影讲，该船还搁早来一只对帕纳西朗，或者是马尼拉的容客船。今仔日上色上务员巴瓦斯先生坐容客船库盼号抵达厝地，伊是被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派遣，专程对西那沿海去偏湖找大船米多堡号，并且交付要送去巴达维亚的批据识，就是根据了解啦长官阁下率领伊的舰队停泊伫东山，伫遐破坏了300只容客船。9月25，时间9:58。好天，伫后半夜用铁钉甲拖船甲快艇阿森多夫号拖入去淡水岛呢，因此目前已经无危险。今仔日对迄只船落一寡灰仔，上述容客船又搁进入港内咯。9月26日，对快艇阿森多夫号落来的几箱丝，即寡丝因为去互水浸入去大部分已经拢浸淡去，互人真伤心。剩的迄几箱会情形如何，以后就会知。9月27日，好天，有北风。继续对快艇阿森多夫号落丝甲其他货物，以便甲拍打，因为即寡物件拢淡去咯。我真好个其实当阵荷兰人伫台湾应该除了做生意以外，阁有足侪代志来处理，但是拢无记。你讲伊拢记即寡船来去的代志，真足奇怪当然，有关迄个宣教的代志，因牧师会另外记啦这是我所知，可能牧师会另外记。但是除了这，阁有其他行政事务。我意思是讲，因伫台湾、伫台南遐一寡代志，敢若拢无啥讲起9月28日，风甲天气和昨昏相像，对大船米多堡号取得一寡烧酒以及其他的物品。9月29，有3只容客船次航前往西那沿海，因是较早运商品来厝地卖互公司的，但是伫下晡，因为有强烈的北风，所以又搁转来港内。下晡开会决议，快艇阿森多夫号所载来迄只容客船顶头的日本人甲西那人，伫
咧充分的保证之下，要互因自由行动，嘛袂甲因的荷尔蒙甲落落来，一直到接到长官普特曼斯阁下进一步命令，并且决议快艇阿森多夫号所运回此地的齿，因为有一批已经淡去烂去，数量已经无够供应祖国的需要，因此呢，要互留落来，就是要甲物件留落来，伫个搁再来的南方季节来运去日本，并且决议巴瓦斯先生以及容克尊库邦号伫个大潮的期间要留踮咧此地，以便伫即个期间甲迄只容克尊拖来清洗。伊阁决议讲，预定伫个10月1日要出航前往巴达维亚的大船米托堡1号，要延期到共个月的3日来出航，本来是10月1日变做延到10月3日嘛，才要出航，以便来甲所有的使用品拢来落来，然后要坐80个人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半暝有差不多是2、3点钟的时阵，商馆头前拍的落仔坡迄座桥断去吼。9月30，伊就33年9月搁要结束啊吼。9月30，迄只上述迄3只容克船再度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北方。好，再来10月。10月1日，沿岸开始透真强烈的南风，而且风力愈来愈加强，强烈到落见规暗拢乌白长色，落见就罗盘啦吼。为什么叫做落见？我看觅，因为我自细汉听阮阿公讲落见。我查一下台语大词典吼。落第5声，见 KINN 第1声，无呢。我查一下抄台语，看有落见即个词。1932年，大理新史书有收落见吼 ，Embry 有收落见，写 Geomancer's Compass。山顶书店、教育部书店拢有收落见，就是罗盘吼。大理大书店无收落见。真奇怪，我查看觅啊，是毋是其他腔口啥物？我用鬼色罗盘。好，用鬼色罗盘来查大理大书店吼，有收指南针、指南箍就指南车吼，箍杆针是罗盘的针吼，落见的针，杆尖就是落见啦吼，杆尖。价尖是用罗盘来决定方位，价落尖用罗盘来决定方位，即只就落尖，但是叫做价落尖。坎尖是用
用罗盘针决定墓地等等的方向，叫做牵肩。肩第五牵肩，就是用罗盘来定墓的风水方位。大理大师呢是，伊毋是修罗肩，是修罗经吼，因为汉字拢是经啦吼，经文迄个经吼，经过易经迄个经吼，罗经罗肩，我读罗肩，但是伊这只大理大师修的，因是罗经吼，但是牵罗肩，佫叫做牵肩吼，佫毋是叫做牵罗经吼。为虾米我自细汉就听阮阿公讲罗肩？因为阮阿公因爱看风水吼，阮一寡公字辈吼，七公八公拢足爱，七公我无八公，拢七公，拢足爱因都足爱看风水吼。因诶平常时诶即个运动，就是四过去爬一寡浅山啦吼，徛踮咧山头看风水，就踮咧手比来比去，讲这啥物迄啥物迄安尼。我自细汉定咧听吼。好，所以罗肩即个事我自细汉就知影。好，咱转来日志遮吼，讲风力愈来愈强烈到罗肩，规暗拢乌白色吼。病院拢去用找到变革就对了吼。医院被吹翻，就是安那翻译吼。病院去互风吹倒去吼。加载无人受伤，感谢上帝。伫迄只停囥伫个市镇后面的绿地上，整修的用克船 The Bridge 布闪号也弄破吼。只船停伫个绿地，结果去弄破，去互风透甲弄破去。10月2日。透早风力犹原是真强烈，对东南吹来。得悉讲，就是知影讲大船米多堡号虽然有即个暴风，犹原是要按照决议伫阴暗出航。愿万能的上帝保庇因一路平安。即个米多堡号敢若是要去巴达维亚吼，风遮透，因原来照上驶吼。即嘛足奇怪，已经10月啊吼，佫毋知是毋是风台啦吼。又佫得悉，又佫知影讲，阮迄只大诶小船伫个昨昏对迄只大船米多堡号运来3桶诶烧酒，甲规个空桶。要回航诶时阵，伫个要暗仔时阵，去互上述诶暴风吹到迄条咸水溪附近靠浅吼。咸水溪伫个赤坎诶南边，就是今仔日台南县三叶江溪。好，迄只大诶小船吼，靠浅吼，叫风吹甲靠浅。无真大风啦吼，大甲真高，又佫落雨诶天气。今仔日死者先生被派去查看迄只小船诶情形。10月4日。有强烈的南风。10月5日，吹北风，天气真好。下晡快艇阿森多夫号的船长以及死者先生被派搁再去迄只小船的所在，要去设法，互迄只靠浅的小船会当浮起来。要暗仔开始透真强烈的风。
10月6日，透强烈的东南风，有时会落雨。10月7日，早起风犹原像昨昏，但是已经小可减退。下晡就已经相当平静相当平息，天气晴朗。10月9日，无事，有北风，天气晴朗。10月10日，有2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偏湖，要去对迄一只柬埔寨柬埔寨的容克船运米甲其他物件来。10月11日，有一只容克船摕通行证出航前往芒港，要去遐掠鱼，然后要阁转来厝地。10月12日，有西北风甲西北北风。10月13日，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今仔日下晡今仔日要暗啊，下雪上有缘，死者先生，即只用汉字写凯撒。死者先生带领装备精良的2只舢板出航。我实在是，我记忆歹舢板字形是安怎读我都袂记我记得大理大词典无即个词啦但所以英感字典找舢甲板我无舢一字板读做板舢板就是船的意思。甲板甲板，舢板 ，OK。伫个即个历史有写舢板所以舢板的舢板，或者是甲板船舢板。OK， 我要对头读10月13日，今仔日下晡今仔日要暗下雪上有缘，死者先生带领装备精良的2只舢板出航前往快艇 Brown 7号遐，因为根据情报啦根据人报来的消息，有一只希腊人的容克船对马尼拉要前往归人，因为桅杆含药卤拢压止去，所以要去遐停泊。而被 Brown 7号顶的人夺取，要去甲迄只容克船带来厝地，但是迄只容克船载有苏木甲一寡现款。Brown 7号是靠船伫倒个，我煞袂记。芒港遐今仔日有2只容克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10月14日，风甲天气像昨昏。早起派遣下雪上有缘 Cornelis Quartengeber 坐容克船去迄只抢来容克船遐，船顶若有现款，就要甲迄寡现款带来台湾。10月15日，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早起下雪上有缘
Cornelius Quaker 则用客船转来到厝地，载一寡现款转来。伊甲阮讲，有几个新仔人带着一批现款，倒去录像，但是详细情形伊嘛毋知。10月16日，透西北风甲西北北风，天气晴朗。伫个中昼，约是中昼的时阵，上述迄只用客船被基色先生带来港内迄只船顶的新仔人，加同其他几个人，伫个要鞍马对阿森多夫号被带到圣保尼关起来囚禁，囚是安怎读？看觅。球应该读做球啦，发音。受，歹势，读做受受禁。加犯就是囚犯加牢，禁加捆绑，加受犯。而且讲，死者先生有载另外一只用客船入来，船顶有诶新仔人，拢去互因掠去囚禁起来，掠去关起来10月18日，风甲天气含昨昏相像，有真舒适的微风今仔日开始，甲掠来迄只用客船顶的货物拢甲落来，看到载有差不多是偌济担的数目，数量无写10月19日，透西北北风，下晡透西北风。今仔日船长 Claes Jensen 坐一只千步一号对西那沿海东山湾，带着一张顶官阁下的批信来到厝地，甲阮讲，快艇 Catwick 号和 Buckspell 号因为迄个可怕的暴风靠浅破裂去，求上帝互公司会当对其他所在来补偿伊的损失。过来，再搁剩3天10月20，有2只用客船对偏湖载米来到厝地，对迄只坎布迪亚的用客船来落货。今仔日2月决议，开会决议4项常见决议记录。暗头开始透强烈的北风。1633年10月21日，风和昨昏相像，天气晴朗。10月22日，就是10月最后一篇是讲天气真好，有北风甲东北北风，无值得记录的事。好，读到遮拄好是10月读煞安尼1633年的日子。看开始差不多我阁有10，我看无甲有哪会忽然间阁跳转来7月。1633年7月到1634年10月26日。我查一下看觅，为虾米我拄则是1633年10月读煞了，跳过来7月？
我要安怎看7个？好，来记7个6日吼，我看7个6日的内容，我甲抓落。我要安怎甲抓落来呢？Snipping tool。Snipping tool 就是掠图的工具啦吼。我甲7个6日抓落来，我要比对啦吼，比对之前读过的7个到底是差伫倒位。无啥好用。那变做录影。10个2 10:23，等下看下进前读的6个的日子，1633年7个5日，7个6日。共款的内容啦吼，好，安尼咱有7个无爱搁重读啊吼，就奇怪伊个编排的方式，10个了后搁跳转去7个吼。10个31日。10个31日的内容有啥物看起来遮青分？拄则才读过尔呢。好，咱今仔日无读到遮啦吼，我再来整理一下为虾米这内容跳来跳去吼。安尼我煞毋知要哪读去。好。1633年10月啦吼，咱对10月开始读起。好，芭比敢有啥物要补充的？无吼。你有另外写迄个数目吼，我看者数目，其实我嘛无去查过吼，毋知影这啥物物件。数目的新材中会当提出数目针甲挥发油，有杀菌、消肿、止疼作用。本草纲目称数目会当行血破，这是有吼。对。我咧想，大部分都读袂晓。此外，数目会当互心血管收缩。增强对中枢神经有催眠甲麻醉的作用。歹势安尼看嘛是毋知影即个数目是啥物件，因为毋捌看过吼。好，安尼。迄连结就是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吼。毋知捌看过。
我查一下数目到底生做啥物形。敢有人知影？看的就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好 ，OK， 好，安尼读到遮吼。明仔载我遮拜五我袂当读书，安尼咱后礼拜再搁开始吼。我等找一下时间，我整理一下为虾米跳来跳去。好，安尼到遮，感谢各位。后礼拜咱搁继续吼，再会。多谢关，多谢大家，再会。好，关房。